滴出来，老了来，来点转折。嘿，另外英国正好冲浪的，一定啊！我已经冲到太平洋。我要不是太平洋，这是台湾海峡。毕竟离海上近啊，我惊恁危险。啊，不大啊。哎，还跟他破一坑嘞。系啊，迄外口迄拢一坑，愈来愈大。给。过来。你教我哩。好停，好，大家啊，对旋律的迄个拍子绑掉的吼，有。所以常常你来，拢弹习惯的物件，就会去绑掉的啊。譬如讲你人换另外一种啊，我，你讲啊，恁大部分拢唱什么起较济？我唱 G 啊。拢唱 G 啊。你若青春的迄种胖的对不对？你海都味道啦！态度到基顶，都共款俩，太帅。对，有个人看啦。我会讲，伤习惯你啊，伤惯字啊。来，好，来一条啊慢歌。三更起来，要写出一条歌，真困难。袂歹啊，准备考。这旋律你敢听？实在。要写出一条歌，是真困难，是真困难。想起故乡，我阿嬷煮的萝卜饭，我目屎叫要滴出来，老了来，来点转折。嘿，Melody 的转折。不是啊，就转哎，他是一个转折。好，过来拄头开始。因为我的头脑转啊较慢，安尼好啊。所以我感觉其实会使先为慢的开始，因为咱拢毋是啥物 freestyle 的 pro， 你敢知？哦，你听我意思，所以爱先为慢的开始，啊，速度到尾啊，甲调，甲调节。对，所以吼，你写歌时，咱先找到一个你有感觉的节奏，找到一段好听的 melody 了后，你才来改你的速度，决定你的气温，这嘛是可以的。所以卖白调的，吼，这是一个 tip 啦。起步。好，你写歌有一个节奏，你会卡掉，你个速度先放到你自在的速度，写出一个 melody 了后，才来变紧变慢。找到来啊！我感觉你迄袂歹。有当时你变紧的时阵，字伤多袂啦，我减。你伤多减一字就好啊。你想到一个 melody 好听，你甲放慢了，中的空拍伤多袂啦，差字你。插字插音就好啊。因为咧，迄个原本好听的迄个样相是袂变的。哒滴哒哒，哒哒滴哒，哒哒哒。这条线 melody 是一条线。哒哒滴哒，哒哒滴哒，哒哒哒，好啊？这个样是袂变的，你要插字也是要减字拢会使。我感觉你会当为这个发想落，我互恁自由创作啊。会使。安尼较好对无？我伫恁边仔较好写，还是无伫边仔较好写？
我今日讲唔知咩啊，回答呢？无要紧啊，你讲我无伫恁较好笑，我就去边仔去看海啊，小海会当做回来。还去摕海拄的家教，哎，我去考驾，好，安尼我去考驾照。你考家教，你现在考驾照啊？考驾照要30万哦。好啦，我去考海拄的驾照。啊，恁写海拄的驾照。环境无共，体验都无共，食吼拢是写歌真好的养分。不管山路还海线，我迄是敢若较主观。我要考一张海拄的驾照，会当伫海中逍遥，伫海底困中昼。我希望会当分开啦，我感觉卖做，做做伙啊对。用巴肚枵凉鞋做凉豆，你的凉鞋红更条啊！你的凉鞋。现处是基丁吼，抑搁伫风台尾啦。这风雨吼是化来的啦。嘿，不过咱菜鸟写歌的灵感吼，嘛同款化来就来啦。行进度袂歹。我梦好，我咧困中昼，伫我家己的世界在逍遥，用用出的一粒美国看某叫我去考海拄的驾照。啊，要对到位去呀？啊，拄着风台天。啊，我想要转去，但是我无海拄的驾照。你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了。五分之一了。除了写歌，帮助咱这区的中建，也是菜鸟的心愿。我有武器，我你有武器，等下就我解决。虽然讲，因是哪算哪中建。林波武，哎，较悬的啊！下，安尼。哎呦，啊来，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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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不要回，老腰了。这个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无啦，进来啦。你来啊？你唔是会使，还是要搞？哎，好家伙！我你来。好，换你。我来。别当鸡哦，无计啊，别当鸡哦。不要闹了。呀，放可怜。我先位边仔好啊。恁两个先闪开，我来。用铁锤敲，敲松它就。我们先，因为它有的时候，小心，就已经很笨了，因为叶小杠，这里有，哦，我想被冲浪。他跟我讲，你今摆会当去冲浪？你我以前做适合冲浪的。有一点儿，我直接冲到太平洋。好像不是太平洋，这是台湾海峡。我想要上水。我大袂大，这好一点。我规个边拢是雨水做的。天公伯正经有听到啦，水都互这菜鸟吼一盆水。好呀啊，听未啊？哎，人病咧等落来。哦，先到安尼吼。你第一个就不要先叫起来。
你走你就边无啦。哦，哟，破顶呢！我甲你拜托，你听好无？拜托。阮这小猪啦，建筑不输啦，赶快去交啦。我无咧叫你伫遐送你来啦。无即个代。啊，阮三个人就是咧想办法，到底要怎请去救。啊，阮上好的解法就是已经甲锁起来，啊来门口打够钟，啊就袂有人入去啊。因为我真罕得出来就是露营，啊，家己搭起来，啊咧困的时阵想讲，哇，这我家己搭的，我哪会遮厉害？我真正就想要回去，啊，毋过别人就无讲伊想要回去啊。我家己讲，就听起来真正足奇怪。我一边困无起，一边就想要哭的。啊，毋过我想要哭，毋是因为讲修理足辛苦的，是我嘛毋知安怎讲，就是可能是头一摆看到风台灾区，就是真正我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就是一种互情景打动的感觉。就是因为阮咧整理的时阵，其实迄风甲雨真正是透甲，而且迄个因咧工作人员咧个侪侪，因我问伊讲要穿雨衫无？因讲免无要穿雨衫，因就是安尼一直透，一直透，一直透，一直整理，一直整理，整理。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因迄个心态，因的意志足坚强的。这阵菜只工课做咧，佫开始写歌，咦，袂歹袂歹，有一个款出来哦。哈，要你倒位去？哈，拄着风台天。哈，啥物物件？哈，哈，找无我家己。啊，找无我家己。要去倒找海拄的驾照，我原本好好咧困中昼，伫我家己的世界咧逍遥，庸庸出现一粒美国挂包的海拄的驾照，有话唔敢讲出嘴，袂爽唔敢发脾气。Air Force 武甲泰戈要死海拄的驾照，到底是啥物？面台，做我来要面台，好啦嘛袂歹，大家做伙来。哈，要你倒位去？哈，拄着风台天。变的。 OK， 所以我意思讲，你遮哦，迄个状况真清楚啊，就是咱一开始打出发迄个感觉，对哦，就是 confuse， 你种感觉就是 confuse， 啊，叫你去搁互你一个任务，迄个任务嘛是愈 confuse 中的 confuse， 啊，所来后壁咧，你只是甲 confuse 讲出来尔，明白？无 confuse 啥？哎，你 confuse 啥？ 你已经甲即个 confuse 讲了真完整。你原本伫你的生活、伫你的世界，啊，向出现一个人，啊，叫你去考一个足奇怪的代志，啊，结果害恁有话唔敢讲出嘴，啊，袂爽嘛唔敢发脾气，啊，像我鞋啊都舞到泰国要死，啊，这到底即个 confuse 即个任务是啥物？啊，过来你咧，过来咧，过来面台，啊，结果你又搁洗两下，就变做讲恁即摆写拢有一个状况，就是讲。 会伫一个所在一直踅咧拍箍啊，无尾巷内底伫咧拍，啊，伫遐行袂出来，行袂出来，就钻牛角尖啊，就拍死你啊！有无？你即摆感觉讲恁即摆就是掠着一个即个方向好哦，袂歹哦，啊，就伫位啊。行袂出来啊！你甲即个物件讲煞了后，你行袂出来啊！哦，啊，行袂出来，你变做讲两条路，要顺落你嘛毋知要为倒顺。 还是讲要开始讲后一件代志，你嘛拢无讲，你变做一直伫遐拍鼓，你只是换句话说尔，有无？你面台
叫我来是无面代，凊彩也无换你来。迄其实换句话说尔。好啦嘛，袂歹，大家做伙来啥物？做伙来啥物？啥物？我向你搁这 confuse， 你甲我铺一句讲，好啦嘛，袂歹啥？你毋是头前才在打 confuse 尔？啊好啦嘛，袂歹，啥物物件好啦嘛，袂歹。中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无讲。伫即个恁开始感觉到 confuse 到遮的，这中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啥无？毋知影，我敢知影有恁敢若有一个足奇怪的任务，靠海拄的驾照，我有兴趣啊。啊，调着无啊？你无继续去滴，因为你用一个海拄的驾照来做庇护啊。你既然开一个海拄的驾照，大家有兴趣啊，刷落来咧。人会有共鸣是啥？咱病惨会有共鸣，还是咱病衰会有共鸣？写歌爱有一个结构，这个结构叫做起承转合。你起像作文一样。同款，你有起一个头啊嘛？你起一个头，不管你要做啥物，环境的描述也好，心境的描述也好，啊，搁来咧，结果发生啥物代志？哇，解决啥物代志？这是一个上简单的结构。啊，迄个先处理迄个密代迄段甲迄。因为两件代志相像啊啦，而且我即摆感觉就是差不多啦。就是长音哒哒哒哒，长音哒哒，结果就共款的。我感觉你欠一个 punch line hook core 副歌啦。你爱互我有迄种感动，一听我就知影讲哇，这是菜鸟啊，哇，这是恁六个人。我想要问大家一个真认真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因为这真正毋是咧写小说，袂当家己想家己对。我想要问恁，伫这10天内底拄到上大的困境是啥物？像对我家己来讲，就是无自信啦。上大的困境。所以我真正像即摆安尼讲，我感觉我都要哭出来啊！我做无名纸呢。我嘛无名纸呢。困境。我只有就是啥物拢办一卡，无我毋知安怎甲恁讲啊。啊，想咧，就是3个字啦，无自信啊。我不管安怎写，我就是想。啊，毋过我无清楚你想讲着啥，我就是。你拄则嘛有听到，我敢若是要互敌人爱，我就想5、6、7个问题啊。啊，毋过你参考就无共款，你的无自信，是因为你知影你不要做这件代志。我是咧丢毒，我就是。你是咧丢毒啥？对啊，你是咧丢毒啥？我就难讲的，这就我家己的思考的习惯哦，就是想到有诶无诶，就是一个问题，我就想就有诶无。但是这是你家己的特色，是，毋是你的缺点嘛？啊，毋过对我来讲嘛是我家己的一种困境啦。有时阵就是因为我想侪啊，所以我对袂着恁的话题。我感觉这无要紧啊，因为每一个人，你食课程本食都无共啊。每一个人。豆豆来就好啊。好啦，生活体验拢无。好啦，即摆安尼就会困。安尼是我做心来当下出来。这好。你摕啥物？我想要知影大家的困境是啥物，家己写入去歌词内底。好啊，所以你会使先写出来，你这几日、这10几天的。我已经知影我家己的答案嘛，我就是无自信。我这3个字啊，无自信。我嘛是无自信啊，大家足无自信。无自信差介济哦。无自信的点，啊是啊。我的无自信就是我对写歌这件代志，啊，搁有音乐这件代志，我拢是不擅长的啦，对。因为我平常做的代志，拢嘛是伫跳舞，拢无接触到其他物件。对其他的物件，所以讲。我嘛是感觉我写出来的物件，无介好啊。啊，毋过我即摆有敢讲出来啊，讲毋对无要紧啊。我嘛定伫咧讲毋对啊。好，这个咱较毋是咧转的所在。讲毋对。都会讲毋对。讲毋对嘛，无要紧。敢讲上重对，要。敢讲。
那安尼我帮我看卖你我刚开始的时阵嘛是小怪是嘛，拄开始，拄开始，一开始讲对啊，对啊，讲对。一开始讲台语的时阵，我嘛是感觉我家己足家己的，对啊，我听家己讲台语，莫听，我听袂落去呢。我台语无好，可要叫我写台语歌。我嘛是会使啊，台语无好，搁爱写台语歌。安尼搁较强面搁较大咧。我感觉嘛，真正会当写咱拄来无做的心情，就是听到咱要来的时阵，我是你是讲来花莲，还是来？花莲就是头一遍知影讲咱要6个人做伙做这首歌的心情。我头一摆听到的时阵，我是感觉敢有这个可能，6个人会当做出一条歌。是我啊，是到遮才开始知影要做歌。我一开始也准是来遮，什么拢唔知，什么大集合，什么咧佚佗的。所以你到我是来到花莲才知影要做歌的。所以你的困境是到遮。我在签合约的时阵无看到直接签名。哎呦，到遮才知卖掉你都唔老师就讲，知。雄雄打电话讲，第林嘛，你敢要来参加一个台语台的节目？我想讲好啊，来花莲佚佗啊，佚佗好耍好耍安尼啊。对啊。想袂到，毋是来佚佗呢。我是，我嘛袂讲无自信，我就是想讲一步一脚印嘛。啊，有啥物困难，啊拄着就是拄着。啊，像头家昨毋是讲，风台来就是来啊。面对，咱拄着的风台，就是做歌这件代志。是你啊，头家拄着的困难，就是拄着这风台。真正你真正做到讲捧出来无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就是拄着啊。算的是一步啊，咱的任务就是爱做一条歌啊。心灵导师。这条歌就是咱的风台啊，这风台就是无法度佫甲干涉啊，就是互伊走嘛。啊，咱就是做好咱家己一步一脚印要做的代志就好啊。到遮嘛是有困境啊，因为才知影。因为到遮来的时阵，才知影讲要做歌。大家安尼你一句我一句，真闹热咯。嘛真正面。啊，毋过吼，这个风台尾堪忧啊。因为即摆我感觉这个风雨敢若愈来愈大。有哦，看到啊。会开始风风。无，等下，咱迄落，恁遮物件先收啦。啊，咱写歌，恁即摆反正恁有概念啊嘛。系啊。写歌咱先离开遮，因为遮毕竟离海上近啊，我惊恁危险哦。啊，不大啊。遐敢若破一空咧。系啊，迄外口迄拢一空愈来愈大。给，今日你下唱首班啦，下唱首班啦。另外无迄这电的线，迄边个舞囝，海迄项拢舞的囝。线无？我。后壁露营区全部拢是变人市，啊边啊海边是足水的，一边是天堂，一边是地港，所以咱即马要来小可整理一下，无等下暗时啊无所在通好去。哦，你看迄铁架拢，风台扫掉，煞规个拢断去。